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北市甲新北市的本数，5月7日开始就会当互通了。新北市长郭文摕甲侯友宜早起伫台北市府来会面，讲将近半点钟，有关这个本数地随地征收。新北市比台北市贵4角，侯友宜决定要甲加入来，要补这个差价，要互新北市的本数地会当来互通。郭文摕嘛送出着大礼，讲这个淡水到台北的淡北道路，只要第2阶段环评过关，台北市愿意倒出钱。像你中午特别穿什么？穿西装啊，我很少穿西装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人未到，台北市长郭文摕提早迎接。歹势，为着你要来，穿西装啊！我特别穿西装来。哦，你现在我今仔嘛穿西装嘞。因为侯友宜又受伤错过头一摆会面，这摆专工来拜会，两个人门关起来讲要30分钟。咱新北市差的差额无要紧，咱新北市出钱甲补贴。我的使用的成本不足的所在，会当降到和台北市同款。局长讲好就好，没有这小事。因为本数底下双北每日差4角，侯友宜决定借来，估计上紧双北本数伫5月7日就会使互通。侯友宜将郭文摕的手拢牵条咧，唔知影人会当作讲两人是共一个党派。侯友宜愿意出本数底下的钱，郭文摕嘛送出大礼。沿淡水河这个淡北道路为1996年交通部道提案，一路为淡水到台北大道路，会使解决淡水交通，只是到台北这边，恐惊会互台北市的交通更较摊。新北市市民只好慢慢等2阶段环评有机会过关。郭文摕嘛拍算要去啊！这钱我不会计较，我把工程把它做好就好了。代表咱新北市去淡水遐的民众，对咱柯市长说一声谢谢。两人互相斗相共解决难题，要互双北的生活圈更较方便，嘛顺续替双方政绩再加分。